亞洲鐵人楊傳廣的銅像帶領觀眾重回台灣田徑的巔峰年代。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推出亞洲運動會特展，展間中有1958年東京亞運的足球金牌、拳擊女王陳念琴與台灣最速男楊俊翰的個人裝備，還有歷史照片和選手貼身物件，上百件橫跨半世紀的珍貴文物，這裡都能看到。亞運跟奧運其實是兩種不同款文化，運動甲台灣社會其實透過這種對外比賽，等於是一個成就這個台灣內部團結一個新重要的力量。台史國能夠喚醒我們對於運動跟它的文化、跟它過去的歷史，以及現在的即將在我們面前，讓我們的運動選手發光發熱的亞運能夠串接在一起，非常謝謝。這是台灣首度用運動記憶系統性保存，以亞運為題呈現的國家級特展，涵蓋亞運獨有的運動項目與文化特色，以及台灣代表團過去在國際政治角力中的更迭。透過這個亞運，我們看到是不只是運動啊，看到那個戰後台灣，還有其他亞洲新興國家，大家彼此的互動，然後也看到作為台灣人在這麼漫長的時間，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灣出去比賽。其實運動的有趣的地方是在於的過程，其實在那種不放棄的精神，那可能會面臨很多的挑戰跟困難，那也像我們台灣的韌性一樣。展覽象徵文化部和運動部遠洋合作，正式首航南方，將賽場上的榮耀變成全民共享的文化資產。館方也將推出系列活動，邀請選手們分享心路歷程，探討運動人性。記者周懷騰的報道。